你讲，海里已经甲六弟讲过，上天早就注定。胡说！也啥物叫做？是天注定，也为父母尊，这为天啊！那家不尊，这父命令，我一剑送你，你归有命。头心定，害你的决心，可比古时的三皇哥出家，就是冤枉落有情，也不能见假。爹。燕爹啊，你看心出家，世代皆空。千言万语传不转呐，落花冲天，笔画冲冠。爹，害你相来受多命，不欠成婚。
将军，原来是后羿为土地度，你别去慌张。回英嘞，姚兵是查我伫这镇海时，阮若是走去，不是连累一老师，搁无辜，搁转世的人嘞。阿爹，我想你也是搁张副将，赶紧先走，何叫来去甲姚兵搁一个一死。慢车，姚将军，你是朝廷的栋梁，哪会使轻易来牺牲呢？姚将军，不管是真还是假，只要阮交出一个冤的交出来，就会使免去全市的威胁。请甲无将电话撒过。不行嘞，为安尼去做嘞。元宵嘞，若无要你死，讲，紧讲啊！有元宵在厝。爹，你唔通过头伤心，保重身体要紧啊！你快天保护，别惊狗的人，如同生龙活虎同款。如今死的死，出家出家，失踪的又失踪，叫我们怎样对人有情交代？爹，刘真是痛啊子
但愿朝廷的救兵会当早日到位，好灭了不了。替你三位兄长甲张府长报仇。爹，人阮阿皇上就要派兵包赵大人为你了元帅，为什么你要自告奋勇，情愿领兵去咧？敢讲你袂记又甲搁咧台湾收信？你这个戆囡仔，为夫当然袂当去袂记。你也知影，赵大人甲杨家，因为交情是真正好。一旦闹去领兵时，一定日夜兼程到五台山，杀退辽兵，救出杨家上。伊若安尼生，难要报什么冤仇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要故意拖延时日啦。无对，现在兵权操在威虎的掌中，我等你杨家上拿做一死了了，则兵进五台山啦！好办法，好办法，这是好办法啦！兵高长，天波府下台军告。好，这老查某来吃，请你来。是。感动。我这个老查某已经家己入啦。老太君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老太君下罪啊！潘大师嘛，你唔免甲我客气。老太君，请坐。老太君，家多闲事啊，唔知有甚需要指教？听讲皇上点你为二路元帅，特要带兵去五台山接应阮杨家将士。是啊。那安尼你何时要启程呢？老夫拍算3天后才启程。潘大师嘛，阮杨家将为要保护皇上，才会被困在五台山。有道是救兵如救火，如果你若搁再延几工，恐惊阮杨家将就永无回家之日啦。老太君，要既然你也敢死讲啥，老夫就即刻启程。葫芦岛的手下，伊讲伊伫咧镇海时有看到杨六郎，想袂到只不过是一个宋军的副兵，害我伫咧空欢喜。公小妹啊，阿姊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，杨家将是无遐尼简单应付的哦。阿姊，你敢毋是讲杨家将是偌尔英勇，偌尔厉害？即马七祖八煞已经死3个人，失踪4个人，现在只有剩一个最可恨的杨六郎，甲伊的老爸，互咱围困伫迄个城内。看来杨家将也只不过是一个刀躯虚名。将记有你是错认真，将记有你是太年轻，才会当兵30万，家破声为哪把？家破声为哪把？爱看这正太艰辛，城内不少2万人，了伊天行伊下令，厝时有酒在伊边，厝时有酒在伊边。并为这太心中，为求我君王世上。
阿姊，你对杨家将有缘是赞不绝口，也那呢？阿姊，咱是啥物时阵才要进行呢？听后声来，那是全娘的时阵。哦，我已经有下命令啊！我命令所有的百姓、生理人，拢禁止在优秀城出入。阿姊，你实在真高明。也那呢是，咱也甲因全娘，唔惊因杨家白囝袂好好来甲咱斗下。恁两个公主太后身体欠安，萧国舅命令着恁两位即时回我家。不过，你哪会变作和尚呢？别逗我，这是天意。阿爹也已经知影。哈？你有见到阿爹？嘿，阿爹一定为咱兄弟真烦恼。伤心的时阵，这个，你赶紧换一个四季翻边的衫，倒
的休州去行掉。这属城中，真正到绝娘的时阵，我有计业也绝对无行犯。无错，咱刘家将万世也不行犯。哎呀，阿爹，啊皇上来到这个时阵还未派救兵来啦，伊毋是讲若一回到京城，随时就要派兵来这个所在救援。佮再耐心等几工啊，救兵早晚总会到位。爹，你看咧。这是四哥不得，掉！哎呦，眼灰眼鬼，可能俩就不了了。是呀，四哥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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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那个别别。四哥不得用命去，要救我，你这个，后边若是知讲是杨家将，一定要要你的性命。